咱国内肠仔病毒疫情当咧严重，目前为止有5例重症，其中4例死亡。疾管署也召开专家会议，决议修正饲保令的建议。婴仔若准无到3个月，这老母若准有可能感染到肠仔病毒，就袂当饲保令。因为这保令防证是讲内面可能有肠仔病毒，就要等待老母好日子才会当继续饲。 今年肠病毒重症创下6年同期新冠的纪录，其中5例是新生儿，有4例死亡，全部拢是胃着伊科病毒11型。疾管署这礼拜赶紧召开专家会议了后，20宣布修正饲保令的建议。当婴仔也无满3个月，老母若是敢若胃着肠病毒，应该停止饲保令，因为保令被证实可能含有肠病毒，这也是疾管署头一摆呼吁暂停饲保令。 依照儿科医学会的建议，未满3个月大的这些小朋友新生儿跟小婴儿的话，如果妈妈是有感染肠病毒的症状或有感染肠病毒的可能的话，那经过医师评估，都建议不要来喂食这个母乳。 疾管署讲，新生儿的免疫系统也未发育完全，一旦若喂着伊科病毒11型，并发重症，致死率有8成，所以建议讲，厝内底若是有新生儿，尽量莫互人客来，也莫对新生儿浸泡。厝内底人若有症状，爱家己隔离，爱定期来消毒囡仔的佚佗物甲生活用品。也若囡仔出现发烧、发热无好，也是真袂啥落这症状时，爱赶紧去互医生看。 有3个月内的小朋友哈，因为他免疫系统本身就不成熟了哈，或者说他感染到之后很容易到处跑，跑到脑部啊，跑到各个器官，所以3个月以内的小孩子如果发烧甚至生病的话，我们就比较严格的看待了。 疾管署讲，大人喂着肠病毒症状也无一定真明显，也较会甲感冒淋斗阵，建议也是爱问这专科医师来做适当的治疗。也来小儿科医师是建议喂着老母至少爱等7天，等病好了再继续饲保令。另外，若是厝内底有伫要生的妇人人，也应该尽量减少甲外界接触，来降低互喂着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